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大灣區夫婦頻道，我係星途房產嘅冰呢哥。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就係中山最 top 嘅 shopping mall。中山嘅富日城 Top Park 啦，咁啊早期嘅影片啦，經常同大家介紹咗中澳圍春府嘅一個樓盤啊，咁啊經常同大家講咧喺富日城旁，咁到底咧佢嘅距離係有幾遠啦？嗱，今一期嘅影片啦，冰呢用一個17嘅一個時間嚟同大家作為一個分享啊，咁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富日城嘅前廣場嘅一個位置嚇，咁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啦，現時嘅現場係非常之火爆下，咁啊除此之外啦，中澳圍春府今一次亦都係全新加推咗新嘅產品出嚟嚇，158平方嘅大平層嚇，直接發展商係幫大家去打好兩套單位，形成一個市區罕有嘅大平層單位，但係講緊總價咧就只需要160萬起步喎。所以今日除咗同大家分享咗富日城去到樓盤嘅一個時間距離啦，咁啊再會嚟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全新嘅一個示範單位嘅一個展示俾到大家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影片啦，就記得俾個 like 訂翻我哋嘅頻道，即時帶大家去片。風吹落下再圍住你，原來愛是不能共誰亦能提起，明明再三躲避，等你又泛起，是我又趁着晚風偷看看你，遙遙盼望風停下來像留住你，紅霞映着你，春與秋無法比，如何再三躲避，風過又記起，讓這夜故事寫盡詩。想了解更多樓盤資訊，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聯繫 Benny。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依家就喺富日城 Top Park 嘅門口出發下，咁啊睇出我哋嘅導航啦，從呢度出發下去到呢一個中澳圍春府呢，依家導航就顯示係15分鐘嘅，因為依家係晏晝嘅5點45分，正逢呢就係落班嘅高峰期。咁啊，如果正常嘅行時嘅話呢，佢大概係700分鐘嘅一個時間，因為今次我選擇嘅呢一條導航嘅路線呢，係會經過我哋之前嘅 Coco City， 即係依家改名天逸匯嘅呢一個商場嚇。咁我哋一行駛嘅呢條路呢，叫孫文東路，直行過去呢，其實就可以去到石岐嘅萬象匯，就差唔多都係10分鐘左右嘅一個時間嚇。咁其實依家隨住中山交通網絡嘅一個發展啦，依家你住喺主城區嘅呢個位置嚇，其實去到邊度，無論自己揸車或者係 call 的呢，時間上嚟講，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咁我哋轉個彎呢一條路呢，就係叫做長公路啦嚇。咁啊，長公路佢係連接東區同埋西區嘅一個城市主幹道嚟嘅嚇，亦都係設置咗雙向泊車道嘅呢一個設置啦。咁我哋依家轉個鏡頭可以睇到左手邊啦，就係屬於天逸匯啦嚇。咁啊，之前大家所熟知咧就叫星河 Coco City。咁喺今年咧呢一個商業管理公司就正式退出呢一個商場嘅運營之後咧，依家就改為呢一個發展商自己旗下嘅品牌嚇，叫天逸匯啊。咁啊，亦都係喺中山現時嚟講啦，係比較 hit 嘅一個商圈嚟嘅啊。咁啊，亦都係有5層嘅呢一個大商場，涵蓋咗非常之豐富嘅一個業態。咁啊 ，Coco City 佢嘅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門口有一條 BRT 嘅呢個公交線路。咁啊，大家平時想坐公交車嗰方面咧，嗱，其實落到樓下咧就可以享受到呢一條專屬嘅一個公交線路啦。咁包括喺中澳圍春府嘅門口咧，都係有同樣嘅呢一種公交線路，係可以直接嚟到 Coco City， 所以相對嚟講係會比較方便嚇。咁我哋在前邊呢條路咧就叫中山路啦。咁中山路亦都係貫穿啦西區、石岐區、東區同埋火炬開發區嘅一個城市主幹道。不過佢嘅時間歷史係會比較長，咁相當於佢嘅性質係同博愛七路咧係差唔多性質啊。不過係比較早期嘅一個道路，咁佢喺道路嘅闊度上邊啦，包括道路嘅設計上邊係會落後於呢條博愛七路，所以平時會有少少嘅一個塞車。咁佢嘅設計咧就同博愛路咧其實係屬於平行嘅一個情況啊。咁我哋如果往西行咧過去就係東區啦，東區就去到城景上方嘅呢一個位置，跟住就落去離和廣場係屬於石岐區嘅，再落去咧就係去到興中廣場係屬於西區嘅。
咁啊貫穿，咁我哋往東行呢，就可以去到火炬開發區，離我哋啱先陣間會經過嘅呢一個德寶二高啦，再落去呢，就係汽車一條街，同埋呢一個中澳圍春府，再過去呢，就係中山火炬開發區嘅醫院亦都係未來會評為呢個3嘅三甲醫院嘅。咁距離呢一個中澳圍春府其實就大概都係5分鐘嘅一個路程，係會比較方便。咁如果我哋往前行呢，其實係會接駁到呢一個中山嘅博愛路咁去到深中跨城嘅公交巴士站啦，同埋呢一個深圳機場嘅呢一個通勤巴士啦，其實都係3-4分鐘嘅一個路程咁嗰邊嘅巴士嘅班次會比較密集啦，同埋喺票價上邊啦，亦都會有更好嘅一個性價比咁我哋一左手邊呢，就係天逸匯啦，門口亦都係有條 BRT 嘅呢個公交專屬線路咁我哋就沿住呢條中山路呢，直直行落去依家我哋可以計時依家係17:49嘅呢一個時間我哋睇下喺呢條中山路呢，一路咁樣行到中澳圍春府呢，大概係需要幾長嘅時間。咁中山路大家都可以見到雙向8車道咁道路嘅衞生情況啦，包括佢嘅車流各方面咧，亦都係會比較好嘅。同埋城市嘅主幹道咧，佢喺最左手邊嘅呢個黃色線入邊咧，係預留咗公交嘅專用線路，即係朝頭早嘅7點到9點鐘咧，係屬於上班嘅高峰期。咁晏晝嘅5點鐘到7點鐘咧，就係屬於落班嘅高峰期。所有嘅私家車咧，亦都唔可以行呢條線路所以如果係大家港車北上嘅情況下咧，就要記得呢一啲比較細緻嘅一啲交通規則所以你睇下，我哋而家排緊隊，咁左手邊嗰條路咧，我哋都唔會係行嘅，就係依家係屬於公交嘅一個專用線路所以你喺中山其實要去坐呢個公交車，其實都係會性價比比較高嘅。咁呢一度係屬於東風名都，亦都係屬於比較舊嘅一種小區嚟噶啦。咁基本上從呢度開始呢，右手左手邊全部都係屬於汽車嘅一啲產業。咁再落嚟前面見到呢一個有大嘅摩喺度展示嘅，呢一度係屬於德寶二高啦，亦都係俾香港朋友所熟知嘅一個屋苑嚟嘅咁佢有分為住宅區啦，有分為酒店啦，有分為寫字樓，唔同嘅一個板塊，同埋有啲別墅產品嘅。呢條中山路嚟講下，現時通行呢，我係覺得比較方便嘅不過就係紅綠燈嘅一個設置呢，係會比較多，所以呢個會增加我哋嘅呢一個通勤嘅一啲時間。咁嚟到呢度係屬於中山六路我哋往左手邊轉過去呢，其實就去到紅隧一班咁前幾期亦都同大家介紹過，依家最新嘅呢個 promo 啦。咁往右手邊出去，其實就博愛七路嘅板塊，即係華虹景軒啦、澳豐天宇啦、博愛里、上東新天地嘅呢一個板塊嘅一個樓盤所以基本上市區嘅樓盤目前嚟講可以選擇性就係會比較多嘅。但係你話論性價比，即係從佢價錢啦、銷售政策嚟講而家嘅中澳圍春府呢，佢係更具有優勢嘅咁我哋透過今一期嘅影片啦，同大家實測下從大商場去到樓盤嘅呢個時間，再去分析下現時樓盤賣緊嘅一個產品啦，包括佢嘅特色啦，同埋現時嘅銷售政策呢，可能大家選擇佢嘅一個理由呢，又會更加多啦。OK， 咁我哋依家就繼續出發啦。咁接落嚟嘅呢一段路啦，現價上面嚟講係屬於中山路嘅延長線，佢係屬於江寧西路啦。咁基本上兩邊嘅街鋪咧就全部都係屬於汽車產業，即係包含我哋汽車嘅維修店啦，同埋各大汽車品牌嘅 4S 店咧，全部就喺呢一條路上邊所以基本上中山人包括我哋嘅港澳朋友你想喺中山買車咧，基本上係離唔開呢一個片區嘅所以呢一度點解話火炬開發區咧？佢每一年嘅經濟 GDP 咧，喺中山係名列前茅咧，亦都係有咁樣嘅一個原因除咗
太陽城板塊啦，聚集好多高山嘅企業啦，咁包括好多嘅一個實體經濟咧，其實火炬開發區咧係會比較豐富啦，咁一路除咗我哋啱先所見到嘅仲有啲車房啦，仲有啲做車衣㗎，各種各樣嘅一個汽車產業係會比較多嘅。咁中山依家好多觀眾朋友啦，開車上到嚟咧，其實對於中山最大嘅一個讚賞下，佢就係覺得哇，中山啲路咧係比較闊，比較好行啲，比較方便咁我哋依家鏡頭正前方可以見到啦，就係中澳匯春府啦。咁其實如果係唔係想落班高峰期嘅情況下真係5分鐘嘅時間，我哋可以喺 Coco City 咧直踩去到樓盤，係比較方便嘅。OK 啦，咁過咗呢個紅綠燈咧，就馬上嚟到中澳匯春府啦。咁其實嚟到呢一條路，大家都可以見到呢一邊會多咗係屬於二手車行嘅所以大家如果唔想買一手嘅，想買一啲性價比嘅二手，呢一度都係有得俾大家去作為一個選擇嘅。咁右手邊呢個就係華為嘅鴻蒙系統。咁我哋依家就轉個彎咧就到達噶啦，前邊 Toyota 啦、福特啦，咁呢一度咧仲有小鵬嘅專賣店。跟住喺匯春府嘅隔離咧就係交通警察嘅一個管理所，即係我哋叫嘅車管所。平時大家車輛嘅過戶啦、違章嘅處理咧，直接就喺呢一度位置。咁可以見到我哋嘅廣告打住咧，就係把公園搬進呢一個社區。確實中澳匯春府我哋帶咗好多批嘅客戶過嚟咧，大家對於佢嘅園林嘅構造啦，以及佢整個建築嘅品質咧，係俾咗好高分嘅。咁我哋一嚟到啦，就係中澳匯春府啦。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氣嘅小區嘅一個屋苑嚇。呢個門樓嘅設計啦，包括前邊2棟嘅一個商業街啦，亦都係為我哋入泊嘅一個業主啦，提供咗非常之便利嘅一個生活方式。咁我哋依家就泊好車咧，就直接帶大家去到我哋嘅示範單位下，同大家開箱今一次嘅呢一個特色嘅大平層單位到底係點樣啊？大家繼續期待。Hello， 大家好咁冰呢而家就嚟到中澳匯春府全山家推嘅示範單位咁我可以睇到啦，呢一個係1717.06尺嘅單位，圍落嚟咧就係159.52平方嘅，咁佢係由2個79平方嘅3房1廁嘅戶型咧，去打通造成一個非常之闊綽嘅一個大平層單位。咁最大嘅亮點咧就係中間呢一條隔斷牆咧係全部可以卜通咗之後咧，形成一個非常之闊綽嘅一個客廳嘅空間，而且房與房之間咧全部都係冇主力柱嘅，所以改動嘅空間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嚇。咁2梯6戶嘅一個佈局啦，到時候呢2戶咧佢係冇消防門嘅，所以門口呢一個位置其實都係屬於我哋獨戶去使用嘅一個空間門口比如可以擺一啲洞板啦，掛翻一啲平時休閒運動嘅一啲物品都可以嘅呢個我哋獨戶去使用嘅。門嘅話咧，到時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啦，去改造成更大嘅一個尺寸現時我哋係用一個子母門嘅一個設計。入到嚟俾大家感受下呢一個超大嘅客廳係咪相當之舒服並且佢嘅景觀望出去呢，我哋依家24樓望出去係屬於一個好靚好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五桂山啦同埋海欣嘅一啲景觀就全部都係望晒出去，係無遮擋，非常之好嘅一個採光。咁2個廳打通咗之後呢，其實係達到咗接近7米嘅呢個開間嘅一個闊度非常之舒服咁我哋先介紹右手邊嘅左手邊嘅呢間房，因為佢係原始嘅一個戶型嘅佈局咁我哋右手邊另外一套咧就係打造咗一個超豪華嘅一個
大套間啊。咁啊入門呢一度本身就係一個廚房嘅一個設計啦。咁啊可以見到我哋係做咗中西式嘅一個廚房嘅設計下，搭配埋呢個島台啊。咁我哋現時其實佢嘅裝修方案咧仲未定嘅嚇，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嚟到現場咧，都係可以根據自己嘅一個喜好嚇，可以同發展商去傾嘅。咁啊廚房嘅空間咧，亦都係做到相當之大嚇，雪櫃係用咗雙門嘅一個雪櫃。咁啊呢一邊就係屬於一個樹廳嘅一個設計嗱，中間呢條梁咧就將呢套單位係一分為二嘅，但係佢中間呢一磅嘅隔離牆咧就全部都係可以剝咗之後咧，形成咗呢一個大平層單位。咁啊，再入嚟咧，第一間房啊，有帶窗台，可以放個咪半嘅床頭，呢邊係放咗一個寫字台啊，上邊係做咗定制嘅一個櫃啊，咁啊，亦都係屬於南向嘅一個景觀啦。咁啊，整個房間嚟講咧，亦都係比較闊綽嘅一個程度啊。呢一度係屬於一個下廁，亦都係整個房嘅唯一一間嘅一個廁所嚇。咁啊，兩間打通，其實得兩個廁所啫啊，三段式公室翻嚟嘅。咁啊，再入嚟咧，其實就係屬於一個主人房嘅一個叫做套間，但係佢係主鑊同埋衣帽間嘅套間，就冇設置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廁所嚇。咁呢一度係用一間細房咧，係朝東向嘅，就望住火炬開發區嘅呢一個城市景同埋村屋嘅呢一啲種景觀為主啊，將呢間房咧就打造為我哋專屬嘅主人房嘅一個衣帽間，延伸過嚟咧就係主鑊嘅一個空間啦。所以少咗衣櫃嘅一個空間咧，可以放到係6尺半嘅大床啊，做到身邊嘅落床咁啊。然之後望向呢一邊亦都係屬於超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嚇。呢一個咧就係原始79平方一個單位，佢嘅一個構造就係3間房以及一個廁所嘅一個佈局嚇。咁兩間打通咗之後咧，呢邊可以當作為我哋一個客開嘅一個位置嚇。咁啊而嚟到另外一個單位啦，咁客廳就屬於共用嘅。咁我哋將原始嘅另外一個套單位嘅廚房咧就拆晒，作為我哋鞋櫃同埋收納櫃嘅一啲空間啊，大家可以見到呢都係作為我哋一個收納鞋櫃嘅一啲空間啊。呢邊亦都可以擺放一啲細彈，可以方便我哋喺呢度換鞋。呢邊就做咗我哋一個展示櫃嘅架嚇。咁餐台、梳化、茶几、電視櫃，坐落分明，非常之有層次感嘅一個設計。咁從呢度入嚟咧，其實就係將3個房同埋一個廁所咧，就打造為一個專屬嘅主人房嘅一個豪華大套間啊！其實呢一個大平層單位咧，佢係將2個79平方嘅單獨單位啦，做成2種唔同嘅風格，再去合併起身咧，就變成咗依家我哋所見到嘅呢個159平嘅一個大平層啊！所以俾到大家買細則嘅單位有好大嘅一個參考價值。咁呢一度就屬於我哋入門之後啱先所見到嘅兒童房客，佢有個窗台嘅位置，就作為我哋衣帽間嘅呢個佈置啦。咁可以做非常之多嘅呢一個同埋超大嘅一個收納空間。呢邊係作為梳妝台，都係望住出邊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咁呢一邊就係屬於主鑊嘅一個空間啦。都係放咗2米嘅大床，做到身邊嘅落床位，都係屬於南向嘅一個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相當之舒服。亮點就嚟到我哋套間嘅呢個廁所咁佢係將我哋啱先喺對面嗰間房做衣帽間咧，就設置為我哋一個洗手間嘅一個空間擺放咗一個浴缸同埋洗手台嘅咁呢邊係屬於西向。平時中意睇落日嘅呢個景觀，亦都係相當之靚，同埋咧可以望到 Coco City 啦，可以望到富日城、東區食旗區嘅一個城市景觀喺呢度，亦都係可以望到。咁入邊就係我哋原先有嘅設計，坐廁同埋企工位好大嘅呢個空間所以通過咁樣嘅改造咧，一個79平方佢嘅戶型咧係可以有無限種嘅想像空間。如果將2間都打通嘅話，創造出嚟嘅空間亦都會更加大嘅目前依家就開放咗我哋嘅試運單位，但係具體嘅一個交付標準啦，以及佢嘅一個售價嘅方案咧，就暫時未定我哋都成交咗唔少同發展商嘅一個管理層，亦都係相對比較熟悉嘅所以我哋目前獲悉嘅一個
內部嘅一個價錢咧，大概就係11,000左右嘅一個價錢。咁啊，159平圍內大概係170萬到就可以成交到嚇。咁啊，按照我哋以往拍攝89方80萬嘅樓價嚟講啦，佢矮層嘅話售價相對嚟講係會平啲嘅。我覺得160萬咧，大家其實就可以喺主城區上車到呢一種1700幾尺嘅大皮層單位啦，而且哇真係望到呢啲景觀，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嚇。咁啊，仲要係我哋今日通過喺富日城啦，同埋 Coco City 實地過到嚟嘅呢一種概念嚇，俾大家感受到一個優質嘅樓盤。佢除咗有好嘅戶型，有好嘅園林，咁同埋佢周邊嘅配套咧，其實係方便嘅。咁包括中澳惠倉庫呢一個中澳集團喺坦洲開發嘅中澳世紀城啦，中澳涌城亦都係非常之受港澳朋友嘅認可同埋清晰嘅呢個品牌嚟嘅。咁啊，現時亦都係開通咗中港直通巴士喺我哋嘅門口，年底交樓嘅時候亦都係會一同去開通呢條巴士嘅線路，方便我哋嘅業主朋友啊。咁啊，現時就率先為大家開箱呢個大皮層嘅單位嚇。咁啊，除此之外啦，而家最售嘅89平方3房2廳2廁嚇，最平做到80萬咧，連埋車位去送俾大家，亦都係非常之大玩嘅。咁如果有興趣買到主城區或者係片區性價比之旺咧，中澳惠倉庫係名副其實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記得掃右上方 Benny 嘅 WhatsApp QR code 去進行聯繫諮詢。有興趣嚟到現場，我哋嘅試運單位亦都係接受大家去參觀，同埋可以去提前去鎖定樓層單位嘅。咁啊，有最新嘅優惠資訊大家可以掃右上方 Benny 嘅 WhatsApp QR code 進行前期嘅諮詢同埋了解可以俾大家更多嘅一個諮詢。咁啊，有興趣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嚟到現場考察下，我哋有全港免費嘅中港商務車喺香港接送大家嚟到現場實地考察。咁啊，我哋今一期嘅內容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度啦。影片嘅最後，大家記得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如果未訂翻我哋嘅頻道咧，記得撳翻下邊嘅鐘仔。咁下一期有精彩嘅影片你就唔會錯過啦。我係Benny哥，下期節目再見，拜拜。